是民族大陆稀有特产，产量很少的。这是我从洪家，就是这位洪家大小姐这儿专门求来的一批，专供哦，专供给大家。好，现在让我们尝尝这个果菇，很香甜哦，有着特殊的风味。好，茉莉，你没事吧？你眼睛都睁不开了，快，先吐露漱漱口。刚才吃了一下，真的非常的惊艳呐，口感清甜多汁，甜美浓郁。好，今天别管人家988一箱还是688一箱，今天在我直播间直接给铁子们打1折，68一箱啦！这个价不可以啊，洪家会赔死的！到处说我不管，是这个价，我今天就是要给家人们谋福利来的，谁也拦不住我！不要68了，今天在我的直播间富含维生素的酸民果特大果，注意是特大果，别的直播间是没有的，家人们！还有1分钟，统统6块8，家人们！厂家在后台打电话骂人了，和当初说好的价格不一样，会破产的。我不管了，我能走到今天，都是因为有家人们的捧场和支持。这么好，这么稀有的果果，一定要拿来送给家人，别管它了，立刻上链接，后台，价格改好了吗？改好了。好，我说3个数，立刻给我上车，不能真让洪家破产了，家人们，一个账号限购1箱，好吧？真的特大果，不甜不大不好吃，包赔啊，家人们！好的，家人们注意了，3、2、1，链接一上啊，家人们，注意刷新小黄车，抢